摔角比賽正式開始，梁允賢嘅對手係麵包超人不倒翁。喂，未開始就已經出手啦嘛？玩玩開始啊！笑死你啊！恥笑你啊！哈哈哈哈！打我笨，打我笨，左一拳，啵啵啵啵啵啵，右一拳，啵啵啵啵啵啵。喂，佢打交啊！做乜望鏡頭啊？麵包超人攻擊 boom 啊！嚟啦嚟啦！麵包頭錘 boom。喂，尊重比賽唔該。boom。啊！笑死你啊！恥笑你啊！打我笨！boom。喂，隻抽啦喂！啊！你做咩啊？佢打我啦！做乜嘢？你咪睇隻抽啊！哎呀，又唔打啦，又走啦。係做乜嘢？人哋恥笑你喎。而家捉住咗佢啦。哇！搣佢隻手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哎呀！你做乜放手啊？仲有1秒鐘你贏㗎啦。啊！到我嚟啦！boom。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耶！麵包超人贏咗，頭錘攻擊，boom。呢個 BB 輸咗都咁開心嘅，boom。